阳是看福起来吼，空比波，根本日咧已经系7月份的天日的哦，就系7月初二吼。大朋友小朋友啊，也下已经不用了，不用出街哦。按日的天时候做得搞水啊，听说系动输送的事情哦。一年一摆的台北清水节吼，已经开始哦。今年的活动吼，真经动多、动精彩、动丰富哦。古说好空比波的单元呢，又会带大家吼乡下来去搞水吼，也下就先来分享吼，今年来宾就系自来水是咩处的、咩户口的专员牛振邦，专员好。主持人好，那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振邦，到台北自来水事业处做事。那金明洞欢喜来到客家电视台，同客家电视台的朋友讲个清水节的事情。那么东方央大家暑假的时间，一定会来俺这个自来水园区聊。那谢谢大家，新蒙尼。系啊，因为吼大摆吼，伫个不用了不用出街的时节吼，特别咧年来，尤其喺台北啦吼，家家有唔伫要去奈了的时节，家家大家就会吃到自来水厂吼，迄咧里亚斯基吼东群有这对来搞水的咧素材，迄唔系当年呐吼，不用了不用出街的时节，就有动到的人去到呀自来水厂。是的，那我们的自来水园区所举办的清水节这个活动哈，今年已经迈入第11个年头。那我们在第一次的时候呢，是在民国93年7月10号。按旧就按哪想法就抽嘅。刚时间刚俺这位市长还马英九市长，他还到我们的水乡庭园那边，然后呢去举办这个开幕的这个仪式。然后呢，我们今年的第11年，我们最近这几年呢，每一年都会揭示一些主题，不同的主轴。那我们今年的主轴呢，我们等于说是在小朋友玩水的时候，也让他能够接受到一些教育的意义。不过当年就有某项的主题就出嘅。没错。不过像头摆的时节呀，自来水园区吼，它有几个功能的，系冇？是有它的功能嘛，对不对？是的。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工厂，是一个太家己的做生素材咩？有没有按哪想法讲爱开放一类？体vet吼，就是给大家来玩水。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自来水园区本身的前身，在民国1909年的时候正式的启用。当时候在日据时代的时候呢，我们那个台北市的供水设施其实是从这边开始的。规则台北市哦。没有，那时候供水的区域只有部分而已，只有分区域啊。那时候的台北也没有现在这么热闹。那后来我们在大概10几年前，我们开始有系统的希望能够把这个当时的用水设备都保存下来，那所以说我们把那些设备都放在目前大家所熟悉的自来水博物馆。那它其实已经是一个新人拍婚纱摄影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地方了。那接着我们又再继续呢，想说让台北市民，因为这个非常拥挤，我们也希望呢暑假有一个能够凉爽的搞水的素材了水的对所，所以我们就建了水乡庭园，那么景观池，那么建了许许多的喷泉庭园，让小朋友家长带着小朋友进来到我们的园区呢，做得了水该蛮圣洁的比如说。不过刚好好呀，转眼吼没有共同吼，其实对于93年开始就有按的清水节的咩，当年就有某项用的主题吼，他刚才做在看到，像呀吼，嘿前年的时间有一类就是走街就是游行嘉年华的冇，可是当年就未有某项用的，呀嘉年华嘿前年呢，是的，像嘉年华的时间，咩嘿你呀师傅口就嘿你业务科要负责的，就说当年就会秀某项用的，因为我们的园区就是由我们的业务单位的人在负责经营这块地方这样子。像呀嘿前年呢，呀嘞呀动神期呢呀看起来。这是我们去年的时候的清水节的活动。因为亚洲金就会老水还有老小朋友有关系，是吗？是的，那我们的清水节一向的主轴都是希望能够让把这个爱水、清水、洗水，然后呢把这样的一个主轴呢贯穿整个活动的这个时间。我们大致上都在暑假的时候，从6月底到8月底的这一段时间，就是我们清水节开幕的我们的活动的这个时间范围这样子。像呀，喺去年的时间，没有咧像像喺剧场的安尼《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感觉就抽嘅。有，主持人有去看过，然后你有看过。当年就冇相用就抽嘅，嗰種今年呢就來到嘅，今年又有冇相用嘅海報就抽嘅，有冇相用嘅主題。是的，那我们今年的主题呢是把它放在说打水管。
打水怪来拯救这个水资源。那打水怪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社会上有很多去破坏水资源的这个现象。那比如说像我们的滥垦啦，山坡地滥垦啦，哈，那没有节约用水啦，不重视环境保护啦等等。那所以说呢，我们水怪呢就等于说是像代表这样的一个情形。然后说呀，会波荡红的呀，紫色的呀，就是水怪的意思嘛。我们水怪是会用一个魔王的造型，在现场呢，让小朋友可以去跟他拍照。然后呢，我们在下午开幕那一天的6月28号开幕那一天，还有平常每个礼拜6的下午，那我们都会放这个就举办这个打水怪的活动。打水怪很用的来打喏。啊，用慢音打，他就是说啊，我们就是透过用水枪，那么就可以见到主持人面前的这个水枪，就迄压迄嘛，嗰时候压迄烟囱都得拿到的吼，压唔迄盐法泡吼，压迄水冲就冲的，嗰时候压迄会棉的吼。对，这个绝对安全，因为我们设计这个东西的时候，小朋友做得高啊，对，做得高，不希望造成任何的伤害。嗰时候压就做得先吸水就做的，对，然后吸水过后就按你做得，对。哦，绝对安全的就做的，而且糖果压迄有限量含量的系吗？有，那我们在这个开幕的那一天呢，我们会发送大概200只左右。然后呢，我们平常在每个礼拜6的下午3点钟左右，大概都会征求现场的小朋友来玩。那我们会视状况酌量的发送。那这个也唔是征求呢，然后今年后我相信周青有动到的小朋友会冲定拿，我想也希望是这样，谢谢。因为呀，热天多的嘛，吼，动到太朋友小朋友就动想讲我去搞水啊，有看到有好拿又唔值钱，又做得来大水怪，呀大水怪，刚还有讲到迄大水怪把迄有太朋友突然小朋友去打的嘛，要有一个目标。是的，那水怪会挺痛吗？不会。那我们的水怪其实它就是一个那个魔王的造型哈，然后呢还有率领的水怪兵团。不说还拧一班呢就出来了。他会穿的人偶装，好，那然后呢小朋友呢是在人鱼公主代表正义的化身，有人鱼公主带着这个小朋友跟水怪呢展开一场很精彩的水战，好，然后呢这个通常我们水怪可能会打输。那我们水怪赶走，可能会打输，会听说会输啦。那水怪赶走了之后呢，我们这个整个水资源的就可以被挽救。那我们在现场呢也会做类似这样的引导。不说像鬼仔还有咧故事就错的，对，可能就会有一类刚才有讲的，一类公主就会整队有冇？大家也还会强下来去打水怪哦，做嘛个打水怪，咩会来老太家讲一下，解释一下。是的。呀，水怪做的嘛个唔好的事情，对呀，在 TQ 啊，有嘛个唔环保啊，嘛个浪费水啊，好按大送的事情就错嘅。是的。那然后美人鱼公主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带领这些小朋友去把水怪赶走，让我们的水资源能够拯救水资源，让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地球呢能够恢复比较较强力啊，没有较环保啊，比较清洁的比较亲近的一个部分这样子。唔讲吼呀，做对呛呀牛专业吼，做来讲一下，因为咩做为动多年的咩吼，关于呀情绪节的部分吼，你去甲知道啊吼，当年伫个推广啊，伫个推广的时节吼，对大家来讲，来呀节水啊吼，节约能源、节约用水吼，有冇甲帮助冇？还真的有帮助的冇？有的，是的，我们的活动呢，都是我们的这个措施呢，都是多元化的。那我们本身呢，自来水事业处是一个供水卖水给台北市民的一个单位。那但是呢，我们也希望民众呢，站在地球的这个立场上来看的话，我们希望说能够节水。所以我们本身呢有推动一些相关的措施，像比如说主持人你也可以参加。那我们有节约用水的抽奖活动。那抽奖活动我简单的透露一下，详情可以上我们的官网。那你只要每年5月，今年来讲5月到10月，你的用水量。总用水量比去年啊，然后呢还能够减少5%的话，5%就做得嘞。然后呢，你就可以参加。也算係輕度呢。5%的，其实5%，因为你刚开始你没有去注意到这个事情，所以前面的用水量会比较多。那到后来呢，这个5%应该是还算容易达成。那你可以去我们的网站上报名，然后呢，我们在年底的时候，那其实我这边先预告一下，在我们的公馆圣诞季开幕的时候，11月底的时候，我们会办。很甜的时间就抽了。对，然后呢办一个活动，然后呢来抽奖。那抽奖你可能不知道，那么第一特奖奖金是100万元。
100万嘿13人独得哦。一个人独得。然后我们奖项有非常的多，总奖金额是200万元。我们的官网上有，现在就已经可以开始报名了。唔过吼，根本呢吼，含迄庆祝又含迄来大家小嘅热甜的法通就错嘅。不过大家吼有甲他有谈到牛专业吼，来大家讲一下吼，先小小的来透露一下吼，呀很甜的时节的一个法通，大家其实对呀，他就开始吼做得了熟悉这个的账单啊嘛，个开始吼来做一个节水的节约用水的动作就错嘅。不过刚他没有讲到吼，其实对呀吃来水延期吼，来做一个整顿吼，上个本大家有含较多含较无汹涌做的告水的素材，每做的动作无汹涌的杀死，系冇？是的，这边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在我们的从亚咩做得看到一下哈，可以，好的。从今年也系无汹涌的系冇？这个就是我们今年新设的，大概这个整个的面积呢有一个排球场那么大。那么我们这个叫水，这个是水床。那我们把这个东西呢称之为叫海踏的水踏的这个漂浮床。那这个水床呢，我们这边有这个水柱啊，这样打下来。那这边不做水人的做得滴松杯跳啊，嘛个安全的就做得安全的。然后呢，这边有溜滑梯下来，然后它在这上面呢，感觉上好像水踏没有重力的在水面上漂浮，动有意思啊。嘿，不过亚咩是今年的就做的。这是打水怪不是在这里，不是在这里。打水怪我们的活动的地方呢是在我们的自来水博物馆的巴洛克式的建筑物的前方啊，前方的。它也咧共创就做的。对对对，前方的一个。不过从亚咩系有其中一类杀死就做的，大家就做在很高的素材从亚咩系。这个就是我们的现场的实况。那大朋友小朋友，台您谁您在这上面玩的。可是太家迄无拿到呀吼，用50钱的水冲的包吼，没做得去个带嘿冇？也可以自己带。如果在那个我们每个礼拜6的下午3点，我刚刚有提到说打水怪的游戏，那你如果自己带的话也可以。没做得就错嘅。对对对。像呀就迄像前几年太家搞的动冲的用的，真正有动到的小朋友去到吼，去到现场安尼。不过刚刚没有讲到的就迄亚巴洛式风格，就会低压前面。这是一个巴洛克式的建筑物。那么这张照片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今年的新设施。那这个地方呢，我们构建了一个铁轨，好，那这个欢乐火车，让小朋友呢可以坐这个火车呢，在这个古迹前面呢。你讲呀，小朋友坐在坐，还真点有咧洗喝茶。对对对，洗喝茶嘿。然后呢，小朋友在这上面坐呢，他怀思古之幽情。那而且呢，各位家长你可以注意到说，我们今天呢，小朋友他3岁、4岁、5岁、6岁，他在上面坐这个小火车，你留下珍贵的照片。然后呢，你等到这个30年后他结婚的时候，他在这个前面呢，也一样可以拍婚纱照。这2张照片对比起来呢，那是非常具有历史、有意思呢，珍贵的意义。是的。不过像亚吼，刚才有讲到的亚宅吼，就迄有巴洛克风格的一类建筑吼，黑一类古迹吼。这是一个古迹。那以前呢，这里面呢就是一个等于说是有压力这个我们叫做集桶式。那集桶有机器在里面。那大家进了自来水园区之后，那水宁都来了徐，台宁呢可以参观一下这个古迹这样子。不过刚好有小个按道的东西吼，也周青嘿唔嘿，就会爱买门票，安尼你去就周青做在聊嘿冇，做在高度。你只要有门票进来，那么就可以这个整个的设施都可以去玩。不过这个水踏漂浮船是不用钱，这个因为我们有一些机械设备要维护，所以坐这个小火车呢要可能会有一系列钱就出给。是的，是的。不过亚洲青一法通吼出题，大家有看到的吼，有漂浮床啊吼，还有洗泡茶，还有青竹腰吼、泰卡吼，做得起老了的水乡庭园，迄上都用的咧。等下张手给本太搞也下先来翕开哈。